나서다 넘버링의 사물로야 好的， 자시베 첨지슈야다 첩지도 那么大家吉祥如意，扎西德勒。 운수 뭐시관이야 세라 那么今天课程开始之前， 제로지 슈야도 要做一个重要的宣布， 이번에 세나상이 就是本来呢，明天是课程的圆满日，但是因为还有许多课程内容可能说不完，因此呢，我想这次的课程多加一天。本来这一次课程是透过网络上课，所以我想日程啊、时间的一个变动，应该对于大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主要呢，我昨天晚上也就是询问过各个佛学院，他们都说可以，没问题。那因此呢，我也就比较放心。所以呢，这一次的课程从7天就变成了8天。就我个人来说，的确是稍微比较辛苦一些。说辛苦是有些辛苦，但重点是希望能够全部讲完哦。所以这也是我有蛮强烈的一个心哦，想把它讲完，讲圆满。所以呢，会就多一天，课程就多加1天。那么今天呢，就昨天讲到的部分哦，就是法去法的部分呢，继续讲解。那么一般来讲呢，法去法，它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佛法的修持哦，是要如法的，或者说是符合佛法当中所说的这样去做修持哦。这就是法去法的意思。那么要能这样做到如法，就必须首先清楚你有什么东西是要断除的，所断，唯品的所断，还有顺品的对治法是什么。你首先必须知道这两者。那么就唯品的这个所断的部分呢，昨天已经讲过了，就是法不去入法的情况。那么至于第二个是这个顺品的这些对治法，也就是我们昨天所谈到的，就是如何能够做到法去法。所以无论你称它叫顺品的对治法，或者说如何做到法去入法，方法是什么？那我觉得最有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观修无常、观修业力因果，还有观修轮回过患这3个。那么冈波巴大师说呢，这个思维这个死亡无常非常的重要，它就像是佛法的根本和基础。之后要思维因果和轮回过患极为重要。心中如果没有确信这些道理，就算在做一些修行但都不是真的修持。心中对这些升起了确信的话，就会彻底全然放下世间的俗事，然后专注于修持。所以你会看到大师这样子说，就是法去入法最重要的就是刚刚有那3个。那么这3个当中的第一个呢，是第一个观修无常是很重要的。那么有一位叫大菩萨许努迦丘的灯论菩提道灯论的一个大书的注解中有说到，如果在心中不升起这个就是死亡无常的话，听闻讲说的再多，修持的再多，也都只是今生的俗事。那么这一段是谁说的呢？是阿底峡尊者说。那我们这些僧人
太缺少这个观无常的修持了，所以首先要观修无常，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口诀。所以这一段就是也是阿底峡尊者说的，就是说我们这些僧众呢，我们有时候称南传的僧人也用这个词哦。总之呢，我们说僧人就是太没有观修无常，太缺少做这种观无常的修持了，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首先要观修无常，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口诀，就是修行开始要修无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口诀。这个修好了，就会升起第一，对于死亡的确信；第二，这个对今生真的放手哦；第三，比起今生更重视来世哦。所以观修一个无常，你心中同时就会升起这三种。就是无常，如果你观修好的话呢，就是第一个，你就会确定说有一种确信会升起，就是我一定会死亡。第二个，就是你会真正放手你的今生哦，就是放开对于今生的执着。第三个是你观修无常之后会升起的念头是，你会知道比起今生来说，来世更重要。所以我们说法去法，那么的三个方法当中哦，首先两个呢是这个下士夫的修持方法，第三个轮回过患呢，主要是中士夫的修持方式哦。一般来讲，我们说什么上士夫、中士夫、下士夫，它并不是只说有三种人，而是说自心的三种不同的这个程度。所以呢，修行的时候，次第是你就必须从内心当中的基础开始往上修，从简单的开始，再往难的去修。就像是你要练习这个健身啊，要举重一样的，就是要练肌肉的时候，要举重的时候一样。你刚开始练的时候，你也是先从这个可能1公斤、2公斤，然后慢慢才加一点到5公斤、6公斤，然后最后才有可能真的到太极，可能100公斤吧，等等。就像是这个次第，同时你对于内心的修持也是得从简单的开始修。如果一下子就太难，或者说举重一下子太重，你搞不好会伤到你的腰。同时这里还有一个重点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说打破四法哦，这四法它是跟这个阿底峡尊者这个灯论当中所谈到的三世夫的道次第哦，是可以说结合着来说的。同样在这个达布仁波切他的圣道宝鬘当中就有说到说，就是说数为显密一切大小乘哦，此上中下三世道次第，然后乃是三世诸圣之正道等等，这上次引用过。同样在直公齐天颂公四法的注解中也有提到说，阿底峡之教言达波仁波切心意精华之四法哦。所以你会看到，所以这个四法呢，它是跟噶当派的道次第是配合在一起而讲说的。但是呢，在我们现在今天这一次讲说的这一部论当中会发现你在讲下士道的时候也会讲说中士夫的修持，在讲中士夫的时候讲的却是上士夫的修持或者到了上士夫的时候却讲说的是中下士夫的一些修持，所以会看到它是这样子交替着的来讲解的。
但我觉得这样子，在意义上来讲也并没有什么矛盾，没有什么不妥。它就是为什么说有时候次第会需要这样子交替着，或者说这样子结合的、互换的来讲解呢？主要就是因为冈波巴大师他自己是在教学上非常的善巧，所以呢，所以他的弟子当中，因为各种人士都有，有的呢是精通这些教理的智者，有的呢是这一些实修的大修行人，还有一些呢就只是很重视因果业力的在家人，甚至还有很多呢是不识字的牧羊人，也有呢到了垂暮之年的，就是年纪很大的这些老先生、老太太也都有的。所以在个别为他们教法的时候，在讲解法趣法的时候，它是解释的内容角度是不同的。像有时候会结合了因果业力，就是世间正见的说法，而说帮助这个人、这个弟子得到人天的果报。但有的时候他也会对一些人，他们一见到冈波巴的时候，他就升起发起心说我要解脱，发心说我要出家，受持沙弥比丘戒等等。所以对于这些弟子，如果你先跟他说，你先别求解脱，你先还是按次第先从下士到人天果位开始，这样说的话，这样也很奇怪。所以呢，他并不是这样教，他没有坚持要从下士夫这里开始讲解，而是同时为他们讲说世间正见，还有解脱的出世间正见。所以也就是下士夫跟中士夫的一起来讲解这个法趣法的时候，同样在讲解法趣法的时候，有的时候对象可能是像帕默主巴、杜松前巴这一些，或者说某些噶当派的这些格西善知识，他们已经饱学经书了，他们想要的是精进实修菩提心啊、大手印的这些人来讲，他们在见到冈波巴大师的时候，为他们讲解法趣法的时候，冈波巴大师他会同时在法趣法的时候，一起把上中下三种师父的修持都讲解了。所以，尤其我们这一次所用的这个四法的论点呢，它是怎么样这个记录而成的呢？首先呢，是他自己所写的呢，并不是他亲手写的，并不是。同样呢，那是不是由某一位大师的高徒他按照自己的想法编辑而成的呢？也不是。所以这部论点呢，其实就是大师对于不同根器的弟子开示出的一些精华、一些口诀，然后他的某位弟子依照自己的记忆然后很真实的记录下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举个例子来说，就像是一个母亲，她很慈祥的母亲，她有9个孩子的话，她会知道每个孩子他的长相啊、身形啊，还有他对食物的偏好等等，他都会知道。所以呢，当这个母亲在帮孩子们准备衣服、食物的时候，也会各自的给予到他们所需的、他们喜欢的。但如果是一个不怎么关心孩子的母亲，他们可能这个妈妈可能就会反正都一样，就给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食物，也不会真的怎么去管他们。这是一个比喻所以同样，如果是一个具德的上师，他在带领弟子的时候，就会像慈母呵护孩子是一样的。他会看这个弟子他现在修持的情况如何，然后适当的、次第的给予他不同的修持的教法。所以呢，他关注的是尽力的怎么做可以对这个弟子有帮助。
所以他是非常慈悲的，而不是说，哎，不管对你有没有用，反正呢，我只会这个，我就只教你这个，然后就好像这个把个重担、把个石头丢给他，让他去扛去接一样哦。这样子的话是不行的，不见得对这个弟子有帮助的。所以平时我们说佛陀他具有一种功德叫十力的功德，而这10种能力哦，很多个能力说的都是佛陀他能够了知像是弟子的资质如何、根器如何的这种能力。所以依照弟子的程度哦，能够因材施教，我觉得这就是代表了佛陀他的一种大悲之心哦。总之呢，讲回来说，达波四法哦，它可以说是一个对于上中下任何根器跟资质的人呢，随时都可以去讲说的一个法门，就是对他们每一个人都用得上的一个法门，而且是言简意赅，容易听了之后就抓到重点的这样子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殊胜的一个教法。那么接着呢，回来我们说法去法，接着要讲到的法去法的方法哦。那么法去法的第一个方法呢，我们之前谈到了，就是说观修无常、死亡无常。法去法的第二个方法，可以说就是思维业力因果和轮回过患。那么在这次的用的论点当中，你会看到他对于死亡无常讲的比较详细，而业力因果和轮回过患呢，就讲的比较简略。因此呢，昨天当讲到法这个如何去法的时候哦，我们是把这个观修死亡无常放成一个，它是一个，然后把呢观修业果和轮回过患这两个呢，也算是一个，就是总共2个这样来说。但是呢，我觉得也可以把这分开来讲，就是把业果和轮回过患2个分开，因为呢，观修轮回过患，这是属于中士夫的一个共同的一个修持哦，所以我觉得还是分开来讲，变成是3种来说是比较好。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说法去法有3个方法哦，而不就是2个方法，而是有3个方法。总之呢，第一个呢，就是观死亡无常，这个昨天讲过了，这主文当中讲过了。那么第二个，接下来要谈主文当中说观修业力因果的部分，而能够法去法哦。论中是怎么说的呢？况且死后呢，自觉之智将时刻伴随所造善恶之业。所谓未造之业不得果，已造之业无消损。然而若因恶业投身于3恶趣，又将是何等的苦不堪言。那我想这个就是在讲业力因果的部分。那么再来也是论中当中也有谈到观修轮回过患的法去法呢是什么呢？即便人天2道教之尚好，但终有生老病死，求之不得，患得患失，恐遇怨敌，忧失亲眷之诸苦，而天人所受之死堕苦，乃无间地狱苦处之16倍有余，因此要生生小了。无论6道之中投身何处，唯有痛苦一途。故而若出离心未及之智，何谈令法去法？所以这里有谈到
天人所受之死堕苦，乃无间地狱苦处之16倍有余哦。这里我在想找出这段话它的出处是哪里，但没有真的找到。那么总之呢，一般来说，这里谈到法去法，你会看到在冈波巴的他的其他教言和他弟子所写的注解当中，都认为说，主要法去法这部分是指欲求人天果位的下士夫这个部分，但也不完全是如此哦，因为就像前面说过，那么也有就中士夫和上士夫的角度来讲说法去法的，就刚刚前面讲过了。在冈波巴的他的教言集当中，有一章节叫大众开示集哦，这里面就有提到一段话说，法去法分为2个部分，一是去入世间法，二是去入涅槃法。所以法去法，他冈波巴大师自己就说分成2个部分来说。第一个去入世间法是什么呢？接着说是在了解死亡无常业果而升起了信心，因此对于恶道心生恐惧，希望借由尽力行持善业，关闭来世落入恶道之门。然后一心希求投身善道的天人身、清净的人身，还有天人的快乐、人类的快乐、天人的财富。为了得到这一切，因此一切的作为都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快乐而做，这就是去入世间法的这个部分。所以从这一段你可以看到说，法去法就是要首先知道死亡无常，相信世间正见的因果，还有加上害怕来世会投身三恶道的经验三恶道的痛苦。所以因此呢，希望能够得到天人或者和善妙的人生等等。所以从这段你会看到，这就是从下士道的角度而说。但接着冈波巴大师就解释第2个去入涅槃法就是法去法有2个嘛，一个是去入世间法下士夫，接着谈到去入涅槃法，这是什么呢？大师说到，知道一切轮回的过患之后，对于人天身和人天财富完全没有贪着，升起厌离这种沮丧之情哦。知道轮回如火坑，如牢狱、地牢，如夜晚暗夜，或者如这种污秽泥浆等等，轮回如痛苦大海，也知道是这样。也因为，总之，因为彻底的相信这一点，所以不再贪着轮回的快乐和这种功德，一心只想着我要尽快从轮回中解脱。因为这个想要解脱的心，任何在做的修持，这个目的都是希望能够得到寂灭涅槃或声闻的菩提。然后知道少乘过患，因此努力行善积资，然后去入涅槃法。但这一段其实我发现有一些文字上的拼字可能有错，因为在这里提到，虽然说是去入涅槃法，我们说是中士夫的声闻菩提的，但是你会看到后面却说又知道小乘的声闻的过患。我在想，这可能是一些文字写错了吧？因为在之后这个法入道的时候，才会说是这个上士夫嘛，就是说大乘说才会看到小乘的过患，但是在这一段就先谈到了小乘的过患。
所以所以我想可能是拼错，或者是这个他抄写的时候放错了位置等等哦。总之这一段呢，就是在说的就是说法去法，这里可以有解释成去入世间法和去入涅槃法。那去入涅槃法这一段意思就是声闻行者，他们知道了一切轮回的过患，所以从此不再对于轮回的快乐有所贪着，视三界如火坑，因此呢，升起想要解脱轮回的心，然后一切的所做的善行的目的都是为了解脱轮回，证得涅槃。这个呢，就是中士夫的修持角度而说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说法去法的时候，你会看到论中当中就同时讲到了下士夫也有中士夫。那一般来讲，我们说法去法一般来配合这个三士道来讲，它是属于下士道，它一般会这么解释。但是你会看到在这里法去法的时候，大师自己也说，它其实也可以包含了下士夫跟中士夫的修持哦。再来法入道的时候，它是一般来讲是配合了是中士夫的修持，所以会说法入道的时候在讲的就是想要求得解脱，然后包括了这个得到证的菩提哦，包括声闻菩提等等。但主要还是说法入道最主要谈到的是中士夫，但是呢，在这部论当中，法入道的时候却似乎讲到的是上士道的，就是菩萨的修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点哦，希望大家要能够知道的。总之呢，前面我们这一次主要有讲到了很多轮回过患啊，还有因果业力这方面的内容。那主要是我想针对这一段呢，也简略的讲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这当的那么一般呢，我们说就是在讲到善恶业果这部分的时候，说到因果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哦。我们通常对于讲到因果的理解就是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但是呢，通常我们对于这种因果关系的这种看法都是我觉得比较狭隘一点，或者说比较肤浅的。比方来说，很多人会觉得，只要呢我努力，就会这个可以出人头地，就会得到一些名闻利养，或者变成这个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或者再举一个更夸张一点的例子就是有的人会觉得，我只要再努力一点，再加上一些机会，那么自己就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的最有钱的人。
但是同时，我们又发现到，你看到有些人他也没有怎么特别努力啊，或者说他根本这个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天赋哦，但是他就是生来就是像是皇亲贵族一样，或者是名门的望族这样子。我们这样一想，哎，奇怪，他也没怎么努力啊，怎么会就这样子？这让我们觉得好像，一切又说不太通了。或者再打个我们生活中的例子吧，比如说，有的人会说，我这一生呢，从来没有喝酒，也没有抽烟，然后我吃的也很营养，也很注意自己身体健康，还经常运动，我应该不会生什么病的。但如果有一天突然检查出了自己得了绝症，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意外，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是呢，你会看到有的人刚好相反，偏偏呢他一辈子都抽烟，或者说都这个喝酒，然后吃的呢也都乱吃，但却活到了100多岁。所以看到又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很多会觉得，好像我们的人生怎么那么不太公平哦？到底因果在哪里呀？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太单纯的以为因果，把它想得太简单了。其实呢，因果是什么呢？它没有像是什么1+1等于2那么的简单，它不是这样的。其实事实上，因果呢不是这么简单的，远远不止于此的。当然，的确，因果它最基本的原理来说，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么简单这么的基本。但是呢，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你在种豆种瓜嘛？很多人都在种瓜的，所以我们不能总是狭隘的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问题，去看问题。我们说一切的众生都是相互依存的，然后我们每个人每个众生之间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尤其昨天，我有谈到说宇宙的这个部分有谈到宇宙是多么的浩瀚，多么的这个伟大昨天有谈到，那么在这么大的一个宇宙之中，我们说所有的生命，他们之间因果上，无论是直接和间接都有这种相互的关联性的。这样子的一种关联性，远远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和理解的，是太浩瀚、太不可思议的。所以，举个例子，像我们下这种就是下棋，就是我们说这个白色的、黑色的这样棋子，你们可能不知道有僧众们，你们可能不知道，这是或者西方来讲是西洋棋，但东方来讲是像围棋有这种黑棋、白棋这样下棋的时候，
所以我就是举这样下棋、围棋哦来做例子哦。你会看它每一个棋子、每一步棋子，它都有它每一步棋它的作用，还有它的一种道理、一种能力在里面。而每一个棋子都是所有棋子或者说整个棋盘棋子当中的一个部分，所以每一颗棋子，它们相互之间哦，都是有在可以说制约的、牵动着的。所以如果一步走错了，可能全部就乱了。像是说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感觉。同样的，就像这个下棋的例子哦，棋子的例子，宇宙当中，或者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当中哦，那么众生的数量是很多的。刚刚一盘棋就那么多个棋子，但是如果说我们世界上的众生的数量来讲是多少呢？哇，那可是比一盘棋子的1万倍更多了吧？再加上不止今生，如果说还有无数个、无数的前世的这些的众生的话，那真是多到无法想象的。所以讲回来，因果的法则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相互着，可以说牵制的、影响着、牵动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网这种坛城之中。所以我们相互之间呢，是在这样子的互相的牵动着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单纯的就觉得哦，我做了这件事就会达成这个目标，或者说，或者这样做了马上就会有哪样的结果，不是这么简单的，它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甚至是说不清、很麻烦的。但我们总是把因果想得太简单，然后呢，又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然后等于是自我中心的去想这种因果，去理解、去认知哦。但这样是不行的。事实上，实际的情况也不是这样子。譬如说，太阳的升起，好了，它也不是为了我们某一个人而升起的。太阳会升起，它是因为是这个等于说宇宙自然的一个法则。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这就是太阳是为了自己而升起。所以呢，无量的众生之间的这种息息相关的相互作用哦，是很紧密的。另外呢，我们另外还有一种昨天提到的就是无数个前生和后世哦，那这个可以说是一种纵向哦。那么刚刚众生之间息息相关是一种横向的广大。总之呢，我们有无数个前生，无数个后世，所以就是这些无数个生生世世的连续哦，你才能够真正体现出因果是什么。真正的因果，它发生是需要时间的。比如说，如果你种一个小树苗，你会需要8、9、10年才能长成大树。同样呢，我们做任何一件善事，都是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的，也是需要时间才能够达成的。所以有些人并不是怕吃苦哦，
他们很愿意努力，但只是因为太心急了，所以总是觉得等不到结果，然后就放弃了。其实有些时候呢，时间越长，就说明他的收获会越大。就像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石、钻石，它不是几十年、几百年形成的，它是需要几十亿年的时间才能够成型的。所以形成一块石头都需要这么多年，更何况我们自己的因果报应更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要有这种大的有力量的结果，那它是需要时间才能够发生的。所以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尤其是我们在做善事的时候，为了让这个善事的这个结果发生，一定要有耐心和信心，不要总是太着急。所以要有一种耐心等候，同时也要有信心，相信是绝对善有善报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因果，就不会担心说你做好事没有收获，不用担心的。同样呢，你也没有办法说去自己欺骗自己曾经做过的坏事不会有报应。如果你真的相信因果，你也不会去再欺骗自己了。所以以上种种的原因如果是一个心比较开阔的人，或者说比较有长远心的人，他会怎么做呢？他会用这辈子来为下辈子打算。他会知道说，他知道这样做才是事半功倍的。就是因为今生努力做一些，未来就会有好的这个结果的。他知道是这样子，所以俗话来说，就是有这种叫就是俗一点说，放长线钓大鱼有这种说法。所以我们总讲回来说做任何的善行都不要太急功近利所以同时也不要只是为了眼前的，这是此生的一些这种小利然后这就是这种蝇头小利然后忙碌了一辈子，到头来呢还是没有比别人更厉害，那这是没有什么用的。你这么努力之后，还是没有办法，就是还是不如人。所以总之呢，因果它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就是觉得的规律和法则。同样呢，善恶业果当中呢，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也不是你说了就算的。也并不是说我们只是为了别人好，或者自己觉得是正确的事情就是善行，但不一定的。举个例子来说，有时候医生我们说这个医生的职业
是个受人尊敬哦，真正能够帮助到别人、受人尊敬的一个职业。然后，结果有这么一位妈妈，她就逼着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去学医，将来成为医生。但是她却忽略了这个孩子他自己的兴趣和特长等等。那这里有某部分来讲，是妈妈是为了孩子好，但是呢，这位妈妈她只是站在了自己的角度去考虑的，而不是站在一个更加全面的角度去想的。同样哦，我们说自己的行善，有时候我们在做的事情说是为了别人好，但其实呢，只是比较偏颇的，就是你并没有真的思考别人好，而是依照自己以为的对别人的好而去做，所以这就变成只是自己再去做决定，是你做出的一个非常个人的一种判断哦。所以我觉得行善哦，必须要很全面、很开阔的心，这样子去想，而不能够就是自己很主观的，或者说比较狭隘的思维去做这样子偏颇的个人的这种判断。然而呢，我们说这个因果呢，真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情呢，是什么呢？就是遵照这些圣者的，像是佛陀祖师们的教言跟口诀，然后去做取舍。尤其是我觉得应该要依循是佛陀的教言当中所说的这些标准去取舍和实践哦。因为真正细微的因果，只有片知的智慧才能够知道。所以呢，我们真的要遵循然后去实践这个佛陀的教诲。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善恶取舍的真正的关键和办法就是这个。所以不要觉得因果业力就是这个样子，想的那么简单。而是真正要依照了这些圣者还有祖师们，看看他们的教言、他们的口诀是怎么说、怎么解释的，然后再来看看自己的想法对因果的认识是不是真正很全面、很正确。所以噶举过去祖师有一个教言就有提到说，他们就说，讲到因果取舍是有很多可以说的，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看自己的问题，看他人的功德，让我们的取舍能够正确做到的方法就是这一个。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前面所说的，就是当你自己在行善，在做取舍，是你自己，但不是把你自己的想法加在别人的身上，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首先有很多的问题要承认的第一个，我们有我执，有我爱我执等等，所以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智慧真的看清楚全貌，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所以很急切的马上就去想要做什么是不行的。所以重点是你要先去以别人的角度来想事情，这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重点哦。好，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